心靈勵志，靈修導師謝麗芳隔星期一為你洗滌都市心靈。嗨，你好，我係 June， 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將臨期嘅禱告。祈禱嘅人咁樣禱告：親愛嘅主耶穌，將臨期已經過咗一半，但係我好似唔知道發生咗咩事咁樣。我嘅心渴望將呢一個節期成為一個反思同埋安息嘅節日，預備自己紀念你嘅降生，並且默想你謙卑嚟到人間呢一個好奧妙嘅事蹟。但係我實在好忙，亦都時時分心，甚至有時候對住我所愛嘅人好容易發脾氣。主啊，喺呢啲時候你喺邊度呢？我感覺到有失望，亦都希望可以從頭再嚟。而家我難得有寧靜嘅片刻，我默念你嘅降生。我想到你嘅床係鋪滿咗乾草，周圍係滿有動物嘅飼料同埋排泄物嘅味道，喺馬槽裏面亦都係好混亂、好污糟。想到呢一度，我都感覺到我嘅生命多少都有啲混亂。我突然之間好似頓悟明白，睇到你唔單止係進入嗰個混亂同埋污糟嘅馬槽，你更加進入我混亂嘅生命裏面。你進入咗一個卑微嘅地方，而我嘅生命確實係時時活喺卑微嘅裏面，感覺到罪疚、分心，時時希望我可以做一個更加好嘅人。但係如果我唔再諗自己，而將視線對焦於你，我發現就算我係有幾多未能夠實現嘅祈禱嘅渴望，或者心裏面有幾掙扎要點樣改變自己去過呢個將臨期，無論我覺得自己有幾唔得，你卻仍然係喺嗰一度等待住去愛我。冇錯，我係可以從今日開始我自己嘅將臨期，喺我心裏面為你留一個空處，使到呢個節期過得更加有深度。我諗我係可以朝頭早起身，喺離開我自己嘅瞓覺嘅床之前，讓我心靈嘅空處被你充滿，唔至於我只係俾自己嘅忙亂而充塞住。我心靈嘅空處最需要你，主耶穌，請你嚟，請你進入我嘅心靈嗰個幽暗同埋孤單之處。你比我更加知道我嘅需要係乜嘢，讓我感受到你嘅愛。我諗只要我每一日都帶住呢個意念，我就可以好好去預備自己迎接聖誕節。多謝你耶穌，而家仲唔算好遲。今日只要我向你開放，你都同樣等待住進入我嘅生命，幫助我喺呢一個節期餘下嘅日子，我嘅心靈向你開放。阿門。讀呢個祈禱嘅時候，感覺到祈禱嘅人雖然心裏面帶住歉疚，但係當佢深深被耶穌等待嘅愛所觸動嘅時候，佢仿佛有一份嘅力量可以重新開始。祈禱嘅人發現上主係一直喺度等待住佢去愛佢，就好似浪子比喻裏面嗰個嘅父親一直等待住小兒子歸家一樣。小兒子幾時醒悟返屋企，父親都係喺嗰度等待住佢。我諗起有唔少朋友同我傾到佢哋嘅祈禱生活嘅時候，
都時時係被呢一份唔能夠好好祈禱嘅內疚感去纏繞住。或者我哋都可以好似祈禱嘅人一樣，學習唔再將視線放喺自己嗰度，而係對焦於上主，並且可以發現到，無論自己有幾唔得，上主仍然喺嗰度等待住去愛我。讓我哋就喺呢個節期裏面，心靈被上主無條件嘅愛觸動，學習去接受呢一份無條件嘅愛，唔係因為我哋成為咗一個更好嘅人，先至可以被上主所愛。無論我哋係點樣，上主仍然係喺嗰度等待住去愛我哋。多謝你收聽廣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